各位聽眾好，歡迎嚟到暗夜檔案 Room。去日本旅行，唔少人都鍾意去啲歷史悠久、充滿日式風情嘅老牌溫泉旅館。木嘅建築，有榻榻米嘅香味，仲有深夜微弱嘅燈光，睇起嚟氣氛非常之好。但你知唔知道，有一啲建於幾十年前，甚至上百年嘅溫泉旅館，有好多從來唔對外開放，深夜千祈唔好隨便行過去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暗夜檔案，係發生喺幾年前，一位香港人阿 Ken 一個知名旅館嘅親身經歷。嗰個深秋嘅夜晚，阿 Ken 同女朋友去京都賞楓，特意揀咗一間位於山腳有上百年歷史嘅老牌溫泉酒店。旅館整體係全木結構，行喺走廊上面，地板會發出熱熱聲嘅。出咗煙之後，旅館嘅女主人帶咗佢哋經過幾條彎彎曲曲嘅走廊，嚟到位於旅館最深處嘅一間房間，風葉之間。阿 Ken 注意到喺佢哋房間斜對面嘅盡頭，仲有一間俾木柵攔住、掛住禁止進入嘅告示牌嘅木門。但當時佢哋趕住去浸溫泉，就冇理啦。浸完溫泉，佢哋食咗一餐好精緻嘅懷石料理，時間已經嚟到11點半。山上面夜晚非常寧靜，只係聽到窗出邊嘅楓葉沙沙聲。榻榻米上面鋪好嘅厚厚嘅床鋪，阿 Ken 好快就瞓着咗。直到凌晨大約2點鐘，一陣非常微弱但非常有規律嘅木板摩擦聲喺佢哋嘅房門。嗰種聲音就好似有人着住和服連埋對襪，嗰對厚襪行喺木地板嗰種聲音，一步一步極慢嘅步速行咗去阿 Ken 房門口。阿 Ken 突然間醒咗，但佢以為只係其他房間嘅客人浸完溫泉返房嘅聲音，所以佢翻咗個身之後就繼續瞓。跟住就係呢個時候，阿 Ken 又聽到聲。阿 Ken 閉氣等咗半分鐘，聽下有冇任何聲音。就喺阿 Ken 以為嗰個人已經離開嘅時候，突然間喺牆邊傳來3下咯咯咯。嗰3下聲音並唔係來自房門，而係嚟自阿 Ken 床頭靠住嗰埲牆嘅位置。日本舊式嘅旅館啲牆通常都係比較薄嘅，但阿 Ken 好清楚，佢床頭背住嗰埲牆根本就係旅館之前被鎖住嗰道門嗰個位置嚟嘅，根本冇可能有人。阿 Ken 即刻諗起，全身飆冷汗，唔敢再出聲，靜靜咁望住個天花板。埲牆又再次傳嚟3下敲牆聲，呢一次敲嘅位置同阿 Ken 個頭嘅距離係唔夠半米，就好似牆入邊有一個人企喺度敲咁近嘅聲音。跟住落嚟就聽到一把唔知係男定係女嘅聲音講日文，喺度喃喃自語，但係你點樣聽都聽唔到佢講乜嘅。唔知
呢啲係咪就係人哋講嘅鬼食泥呢？雖然阿 Ken 聽唔明佢講乜嘢，但係嗰種語氣係好深沉，好似有人喺佢耳邊講嘢一樣。阿 Ken 嚇到成個人都硬晒，想伸隻手去攞電話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喺窗突然間一道閃電，突然間有一道光，唔知喺邊度嚟嘅，跟住見到有個黑影，好大個黑影，就黐住咗喺佢哋啲舊式嘅帳子嗰啲拉門嗰度。阿 Ken 心諗搞唔掂啦，呢次佢即刻攞張被冚住自己同女朋友，死都唔擘大眼，個心不停係咁喺度念經，直到過咗唔知幾耐，窗出邊都開始天光啦，所有黑影乜嘢都冇晒，乜嘢聲都冇晒。等個天光透，阿 Ken 連早餐都冇食，同女朋友即刻走去退房。佢同前台講返佢琴晚嘅經歷，個老闆行咗出嚟，同佢90度鞠躬，同佢講對唔住，話今次嘅費用全免。阿 Ken 返到香港之後，喺一啲日本嘅論壇搜尋呢一間旅館，先至發現原來呢一間旅館幾十年前係發生過一啲嘢嘅，之後就不停傳嚟啲旅客會遇到同我同一樣嘅經歷。各位聽眾，下次如果你去日本住老牌溫泉旅館，如果床頭隔住牆傳來聲音，你記住一定要扮聽唔到啊！今日嘅暗夜檔案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喜歡呢一集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集暗夜檔案再見。